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是伫10月11日高雄来举办，包括着总统赖清德，也有前总统蔡英文等人拢有到场。有民众是特别走伫路边，等要来翕元首的车队，毋过煞互警察甲伊阻挡。了后，这警方是解释讲，民众伤挖管制的这个区域，才会起较关心。我现在指的不是你拍接警哦，等一下我们在执行特种勤务，那你拍特种勤务，那你就是有违反。高雄警部分局员警在一直较前的定清路甲山卡路口执行安全维护勤务，因为东港有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的车队会经过这，要去参加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员警发现有民众摕相机伫路边等要翕相，向前查问，说要求民众别当翕，若无就会违法，和民众杀无账。我跟他说我要等那个车队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能拍这特种车队，你拍特种车队就是违法。后续他就应该是他们车队已经接近那个路口，然后那个警察就走回去交管，控制那个号志，然后叫另外一个他从对面马路叫来的一个警察来看着我。民众伫现场一直确认总统的车队到底会当翕相无，无人甲回答。事后民众甲代志过程打去网络引起讨论。现场执勤的人武分局表示，东港是惊民众受挖管制区会有安全问题，警察才会去关心，毋是因为翕相违法。远景基于整体安全考量，担心过于专注拍摄，造成自身或其他用路人交通安全影响，所以上前善意提醒当事人。于勤务管制期间，如有误闯管制车道或区域等行为，恐涉特种勤务条例相关法条，并非网传指称拍摄车队即涉法。其实，这种勤务的法条内底并无明文禁止民众翕相。民众表示，警方烦恼会影响交通管制，造成安全问题，这部分伊会当接受。不过，法条读煞了后，伊要确认到底是翕相违法，还是受挖管制区有问题，所拢无得到答案，也可以感觉真无奈。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